睡前故事、寓言故事。釣魚坑呢樓以上游到更高嘅地方，它很累，但沒有停下，最終到達了清澈嘅源頭。即使道路艱難，也要努力，因為會遇到更好的食物。人種嘅燈、後修嘅燈係也還提供光亮，讓一個人能安全回家。其實我哋很好，但我哋嘅價值總能幫助某些人。種拍了，種藤了，但一天會令保持兩天。我哋可能會犯錯，但那人仍然有價值，並且總有機會做好事。風中嘅樹咧，隨風飄蕩嘅樹葉，可能比跟天樹枝嘅樹葉走得更遠。有時候放下就是新旅程嘅開始。看唔見嘅燈隱藏自己，燈以為自己沒有價值，直到看到別人因它而明亮。要知道自己嘅價值，其實我們看唔見，但別人能感受到。阿貴透在很板板，上次摔跤比賽後，投資本來超好贏下人。烏龜每天都練習跑步，最後兩者同時到達終點。真正的勝利是自我提升和共同成長。